伫公司里幼儿园的老师甲家长为小朋友的精心打扮，总共10多位小朋友穿着胡麻装，有胡麻面、胡麻冰淇淋，甚至胡麻姜母鸭等造型来作秀，吸引不少大小朋友的眼光。这是2022台南胡麻节产业文化活动，为了宣传16月3號伫安定區内盛大舉辦。安定區公所甲農會上午嘛特別召開活動記者會，當天除了有各式的農夫市集的展售，另外今年還佫推出知心傳情甲胡麻造型秀，歡迎民眾踴躍參加。今年除了小城阮安定農會有贊助麻菜，贊助即個2500份的麻油雞，還佫有一寡 DIY 的體驗，這等等以外，還佫安排一連串的舞台上的活動節目，還佫有一個知心傳情，你若袂當講出來的，你會當用寫的，來甲傳情，這個部分，佫有其他機關攏會來推動因的相關的這個活動，大家攏會當做伙一工嘉年華的體驗。從舊年開始，咱每一個參咱農會客族的烏麻咱攏有送去做這個質樸的檢驗，會使講對這個品管非常的嚴格，非常嚴格。這個品檢的費用呢，攏由咱政府來甲咱鬥3工。咱希望講，咱會當收一個足優質的這個烏麻的原料產品，咱會當來做這個加工，包括麻油、包括清油、包括麻糖、包括其他的這個麻製品所以咱消費者食的這個製品呢，一定攏會當安心。主辦單位表示，目前的季節哪來哪涼冷，烏麻油更加是寒天進補的第一選擇。伫個全台烏麻的產量，台南大約佔了7-8成。為了行銷台南烏麻的農特產，對產園到產島零距離的呈現，活動當天嘛將提供2500份的麻油雞飯，歡迎民眾到時做伙來參加安定好福、香皂幸福的活動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